官请准备。大家好，我是指来学林润凯。我要讲的主要有3点尔。认真话莫讲啦吼。第一条吼，台语罗马字以早的地位字应该是作为正式文字之一，因为伊已经是台湾历史文化一部分啊。结果即马教育部无要承认，这是不应该。第二点。华语、中文、汉语、国语，迄拢无应该连咱的范围。足简单讲就是因为即个语言，甲伊的政策推出的政策，害咱的本土语言用要死。结果即摆该列做平等的地位，这实在是足多亏，就亲像啥，亲像健保有无？你摕钱互人，互迄外国人来用你的健保资源。即个更较严重，就是伊甲你本土的语言要笑死，安尼。外国人的语言无必要咱去保护啊，无必要咱去发展啊，先爱停止掉。迄袂输讲咱个日囝拢饲袂饱有无？搁咧饲别人个，半路捡来你也要饲啊？读较方便，咱的国家行政官员就是。有时阵拢袂讲真吼。第三个是台语，就是台语啦。上简单讲，你第一要讲要平等，安怎会才达到平等？就是你讲你家己是啥物名，你就是啥物名。别人要哪你讲，别人要哪你鄙视，迄是别人的代志。但是你爱互我家己讲我家己名嘛。我叫阿凯就叫阿凯啊，你莫甲我叫别项啊。因才叫做平等，对无？以上这嘛是基本人权啊。以上报告，多谢。请台湾特别的副部长哈森司官上台发言。根据第19号台湾马经协会